輸入內地專才嘅，我哋要香港已經有一個僱主，香港有一個公司係申請或者資助啦，聘請咧呢個內地嘅人士咧嚟香港工作嘅。咁嗱，睇啦，僱主嗰方面當然要係一啲已經係成立咗嘅公司啦，喺香港有業務啦，當然越多就越好啦。喺香港已經聘請到本地人，交過稅，咁就最理想啦。咁即係話僱主要有實力、有實質嘅業務。咁而僱員咧，亦都要係一啲受過教育啦，高大學畢業啦，亦都係喺相關嘅行業裏邊咧，係要有足夠嘅經驗啦。咁然後兩者咧聘請埋一齊嘅時候咧，我哋就會幫客人咧做一個嘅計劃書，解釋俾入境處聽，就係話點解公司要聘請呢個內地人，由呢個內地人所得到嘅，即係我所持有嘅學歷同埋技術咧，喺香港都唔係咁容易揾到嘅。咁嘅話咧，就可以以輸入內地人才計劃嘅方法咧，係嚟香港啦。歡迎大家聯絡我哋，我哋咧就可以因應住你哋每一個嘅個案咧，係度身訂造一個咧合理嘅一個方案咧，去幫助大家申請啦。